我係沈哲翰律師，今日好高興呢，我揾到一位律師朋友上嚟，叫做梁惠珊律師。梁惠珊律師今日呢就會同我哋分享下一單案例呢，係關於出售二手車嘅發生嘅一啲嘅法律問題㗎。呢一個案件呢就相當之有趣啦。咁若果你係打算購買又或者出售一部二手車嘅話呢，你就必須要聽下梁律師帶俾我哋呢一個案例啦。大家好，我係梁惠珊律師，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有關售賣舊車之後被索償等同車價3倍賠償嘅真實法庭個案。喺北加州某一個大城市，一對華裔夫婦賣咗一部售價3000蚊嘅舊車俾一個女人，而呢一個女人買呢部舊車俾佢喺南加讀書嘅仔。經過咗2次試車，呢個女人俾錢買車，佢個仔由南加飛嚟北加，將車由北加開到南加，車程最少有6個鐘頭。之後部車嘅機件開始出現故障，然後呢一個買家為咗車換咗火嘴同埋一啲保養汽車嘅配件。之後佢哋上網查閱汽車嘅記錄，發現車之前曾經有事故，但係唔清楚事故嘅詳情。買家要求賣家夫婦賠償，但係賣家認為唔合理，因為佢哋當時已經使用咗汽車2個星期，而且賣舊車嘅規矩係 as is， 即係按照現狀出售。之後買家告上小額錢債法庭，要求索償8000蚊。點解會係8000蚊呢？除咗3000蚊嘅車價之外，仲有個仔由南加飛到北加嘅飛機票，來回機場嘅 Uber 車費，個仔返唔到工嘅薪金損失，喺修車行更換火嘴以及其他對車有保養作用零件嘅費用，仲有加上2500蚊精神壓力賠償。買家媽媽話，個仔開住有機件故障嘅汽車，令佢非常擔心，瞓唔到覺。喺第一庭，賣家冇準備到任何文件或者陳述，因為身邊嘅朋友都覺得佢哋必勝無疑，佢哋只係打算循例咁喺法庭度出現一下，就會將事情解決。結果佢哋輸咗，於是佢哋聘請律師上訴，然後根據邏輯同埋修車業內人士嘅建議，對指控逐一擊破。第一，買家聲稱賣家夫婦冇通知佢汽車曾經報廢，但係賣家夫婦堅稱有講，一個話有，一個話冇，順理成章，最佳方法就係睇文件。佢哋有附上一份 DMV 發出嘅車主證，顯示汽車係報廢，但係經過修理，通過 DMV 要求嘅各項檢查之後，已經可以獲得批准喺路上行駛。有咗呢一份文件，賣家夫婦對官司充滿信心。第二，導致汽車報廢係車門曾經被撞，而汽車本身係豪華名車，維修費昂貴至多於汽車市場價值，但唔代表汽車嘅基本操作有問題，而且車門嘅損毀無論有幾嚴重，同引擎都毫無關係。第三，賣舊車係 as is， 即係按照現狀出售。買家已經試過車，知道汽車冇問題，但係由北加開車至南加，汽車出現問題。賣家夫婦認為係長途車程對呢一部舊車造成嚴重損耗，而唔係汽車本身出問題。第四，不論乜嘢原因令到汽車嘅引擎失靈，買家明知道汽車有問題仲繼續開車，難道佢作為一個成年人冇任何責任？媽媽因為個仔繼續駕駛一部已經出現故障嘅汽車而失眠，責任究竟喺賣家度，還是係勉強繼續開車嘅人度呢？不過法官嘅睇法出人意表，法官引用咗一項行車條例，指出賣舊車嘅時候，對於曾經係報廢 total loss 嘅汽車，必須要向買家披露。由於買賣雙方冇簽訂披露文件，買家又否認賣家曾經話俾佢知汽車係曾經報廢之後修理妥善，然後再取得行車證。法官最後選擇相信買家，
即係當買家冇講過報廢嘅事。雖然 DMV 文件嘅右上角已經清楚咁列明汽車係報廢之後拯救重新 salvage， 法官完全漠視咗 DMV 文件，冇當車主證係正式嘅披露文件，令到賣家夫婦百思不得其解。最後法官維持原判，裁定是次交易有欺詐成分，賣家夫婦要賠償8000蚊。法官嘅判詞仲話，唔好以為出售汽車嘅時候講咗 as is 就等同賣家可以置身事外，無需負責。呢一個結論令到賣家意想不到，原來 as is 按照現狀出售呢一項買賣交易嘅金科玉律，並唔係一般人心目中理解嘅免責條款，可以保障到賣家免被追究，反而可以被曲解為係呃人嘅包裝。呢一個詮釋係對 as is 聲明嘅一個新解讀。換句話講，as is 聲明究竟係唔係唔講好過講呢？喺上訴開審之前，賣家都同從事修車嘅業內人士傾過，佢哋都認為買家開車路程太長，自己對舊車造成嚴重損害，然後推卸責任。而且賣家已經出示咗政府部門發出嘅車主證，顯示車輛已經係曾經報廢之後修理重新，咁又何來有隱瞞欺詐嘅嫌疑呢？仲有網上世界資訊發達，基本上所有汽車嘅歷史都可以揾得到，咁但你自己有冇去揾又係另外一回事。總之，只要汽車事故係曾經向保險公司申報嘅話，喺資訊發達嘅年代，點樣都唔算係一個秘密。但呢一個法官嘅判決顯示咗日常生活嘅邏輯思維喺法庭上係可以完全用唔着㗎。不過凡事有兩面，呢一對賣舊車嘅夫婦本身都有兩樣做得唔妥當。第一，買家一直形容導致報廢嘅事故係刮花，而唔係碰撞。喺保險公司嘅標準嚟講，車撞車已經算係撞車嘅事故。但係佢哋嘅理解就係兩部車同時喺行駛嘅時候互相碰撞先至算係撞車，而佢哋嘅車係喺靜止狀態之下被動咁俾另一架車擦過，所以佢哋唔認為事故係稱為撞車。當買家問賣家汽車有冇碰撞過，賣家話只係刮花冇碰撞。客觀咁睇，賣家似乎只係用詞不當，但係呢一點就令買家覺得佢哋唔老實。第二個錯誤係買家喺買車嘅時候冇同對方簽訂證明披露咗汽車歷史之類嘅文件，到事件鬧上法庭，一個話有講，一個話冇，喺冇錄音錄影嘅情況之下，根本無從證明。如果買舊車只係會換嚟幾千蚊嘅收入，咁究竟係有幾千蚊落袋好，還是係乾脆分文不收仲好呢？大方咁將車送贈知音人，雙方開心，又免得夜長夢多。對於低價嘅舊車，其實大家可以選擇捐俾慈善機構，或者贈送俾朋友。如果你真係選擇賣，無論價錢有幾低，同買家有幾熟，必須做足程序。所有聲明都要白紙黑字，免得對方忘記或者喺法庭上否認。或者可以索性將舊車賣俾車行，再加錢換新車。價錢雖然未必理想，但係最少你喺事後被指控欺詐或者冇披露重要資料嘅機會唔大，因為車行對汽車更加熟悉，要指控你冇披露到重要事實，等同踐踏車行自己嘅專業水平。特別係本身講嘢含糊不清嘅人，熟悉你嘅人知道你用詞不當、詞不達意，但係唔熟悉你嘅人就會將你用錯字嘅問題理解為有心瞞騙，到時你仲有機會惹官非，幾千蚊嘅進帳，到最後可能連支付律師費同法庭手續費都未必夠。我係梁慧珊律師，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法庭故事啊！再見。咁呢一個節目呢，就係由我審律師呢，就係專門為大家安排嘅。咁就係每逢星期二嘅中午12點呢個時段啦，就喺星島中文電台啦，就為大家播放。咁意圖呢，就係希望可以分享更加多嘅法律知識同埋法律嘅案例啦，俾大家去
去吸收一下咁樣。咁有時我亦都會請一啲法律嘅嘉賓上嚟啦，同大家亦都講解下呢啲嘅加州法律嘅。咁若果你係有興趣揾我諮詢嘅話呢，就可以打我嘅免費熱線啦，就係1800-672-1111。重複一次係1800-672-4條1。咁我有2間分行嘅，一間就喺三藩市日落區，另外一間呢就喺東灣嘅屋崙富興中心樓上。歡迎各位去過嚟揾我諮詢嘅，多謝你。